要花群我来对因讲话，讲天顶地下权已经拢总互我，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入父囝圣神的名。咱做伙来吟诗讹了上帝，献诗141首，141首。耶稣做咱牧者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因感谢你调集阮，会当真侪你的学生、儿女，互阮有福气，伫即个主日的清早来到圣殿敬拜你，嘛享受兄弟姊妹中间互相的关怀、相疼、相帮赞的教会生活。恳求你时刻提醒阮兄弟爱和睦相处，是何等水的代志，嘛学习实践，听厝边亲像家己的功课。恳求你嘛将公义甲信息放伫阮的心内，互阮毋管待人接物、处事、讲话、行做，拢会当照你的教示。随讲智慧造就人的话，所做拢通利益的人、甲教会、社会，甚至国家。上年教会伫120年来，受你特别的眷顾甲恩宠，互阮会当伫各方面有好的发展。恳求你使用阮，也互阮通过逐种的宣教时间，果然会当带侪人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阮知阮的祈祷无够额，这时阵阮也要同心，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三甲的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能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面像天里。阮的一世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。亲像阮也赦免过的人，无伫带阮入一次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咱做伙来交托启应文，启应文15篇，启应文15篇，记载伫圣诗后面是诗篇65篇，启应文15篇。上帝啊，伫锡安有人俄勒在听候你，听人祈祷的主啊。论到阮的过失，你拢要赦免。
你所竞选，互伊亲近你，踮伫你的院内的。我要因为你的厝，你的圣殿的福气，日出日落的所在，你互伊拢欢喜。上帝河，伊的水满满。你管压田园满伊的沟，收平伊的灵。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，你伫旷野的草坡，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，山谷用五角做满来砍，伊拢欢喜出声来吟诗。咱个来吟诗，圣诗324首。圣诗324首。
个时阵，咱要用四道圣经来作为个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灵骨。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平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，共同教会。圣道上通，做社会肉体高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下面圣乐队要带咱来学乐，因所要吟的诗是“主要花叶名受乐乐”。主要
咱做来共读圣经。圣经记载伫新约使徒行传第13章第1节到第5节。使徒行传13章第1节到第5节。现代中文译本是第205页，台语汉字版是第149页。伫安提阿伫教会中有先知甲教师几啊人，就是巴拿巴甲称做年结的西面。古尼乃人路求，甲分封的人军希律，同培养的玛念以及扫罗，因服侍主禁食时，圣神讲，着甲我分派巴拿巴、扫罗来请我调因去担当的工。对安尼禁食祈祷，用手喊因，就找因去。因已经奉圣神所赐，落去西流基。对遐搭船去基比路，伫撒拉米传上帝道理，伫犹太人遮的会堂，要约翰做因的帮手。一面信息，达牧师要带来信息是教会动力，教会动力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恩典，互咱伫新春的假期，互咱的家庭得到团圆。新春了后，咱要带着耶稣的祝福、快乐，所彩标来跑走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你是施恩的主，你知阮台湾欠雨水。照你的话讲，你要落雨水，互土地肥滚软。你用恩典做年冬的绵流，互阮所经过的路站拢有油滴。愿你也指示你的名所设立少年教会的所在，互阮少念你的疼，因为你留落最水的脚脚伫阮的中间，互阮得到少念。恳求圣神。是了你的恩典、祝福，充满热情，享受伫阮中间。要领受主你的话，愿你启示阮，互阮明白，也欢喜去行。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的教会历大在即期对2月18就开始。总是这是咱新春的中间，咱新春了后，咱要甲主同行受苦的路。我有写一篇文章，伫咱周报18页的所在。咱毋是即马看，礼拜了后，咱会当倒转去看，什么是大灾的节期，甲主同行40日的路站。今日也是咱少年教会设教102年的纪念日，咱所期待的100周年的纪念刊已经出版，小等的咱每一个家庭会当摕到一本。伫这个内面，互咱看见真侪人参与伫100年的中间，有侪侪故事甲感动人的代志。咱也感谢。在编辑的当中，因用心来编辑已经完成。总是伫这个内面，咱毋是要凸显什么人做什么大代志，是要看见上帝怜悯伫咱的教会的中间，互咱成做上帝的器具。若毋是出伫上帝，咱一项拢袂做。所以咱只有用感谢。伫上帝面前，恳求圣神的感动，赏赐予咱继续创造相连的历史。亲像今咱所读的圣经，伫使徒行传内面，表面上看起来，亲像这个使徒巴拿巴、保罗、提摩太，因所做侪宣告感动的代志，总是背后。有教会所付出的祈祷，
当然是圣神大大的做工，所以使徒行传也通讲是圣神的行传。咱对整个使徒行传28章的内面，会当甲分做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就是对第1章甲12章，是记载教会成立以及教会受到迫害。当主耶稣上天了后，圣神降临伫这使徒的身上，互因壮胆有气力来宣告迄个古约的主耶稣。对安尼，教会受建立伫耶路撒冷的教会，有3000个、5000个人，侪人客来信耶稣。教会伫遐成立，总是后来因为司提反殉教的代志，教会受到迫害，这基督徒就四散到伫各所在，总是因是比起来，因反倒等走到伫每一个所在，因就伫遐积极传福音来建立教会。对13章到第18章，咱通看见宣教的中心已经不是耶路撒冷，是安提阿的教会，是一间在四散来到伫另外一个所在所建立的教会，这信徒同心合意来起造这间教会。中间有巴拿巴、保罗、西拉、提摩太正信徒，甲上帝同工，领受圣神的宣告，将福音带到伫欧洲的所在，通过欧洲人的觉醒，佮将福音带到伫美洲大陆，带到伫咱台湾、中国大陆、日本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印尼等等这个所在，互咱看见这个宣教师伫宣教的过程，有拄着文化的问题，无共款的文化，因爱伫遐适应；因拄着无共款的语言，爱学习；拄着无共款的宗教信仰，爱突破。伫这个过程内底，因伫遐坚持耶稣基督的信仰，征战好的征战，勇敢向前。虽然有真侪困难，因有愿倚靠上帝，将福音传到伫地极。真感谢上帝，伫150当前，借着马雅各医师，将耶稣基督福音带到伫台湾这个所在，互咱今仔日会当受上帝拣选，成做基督徒，是因为上帝恩典是落伫咱的中间。所以今年也是长老教会要设到150年的感恩的礼拜，孝念上帝听恩典，将福音的经济带来到伫台湾这个所在。相连102年的历史，咱也看见有侪信仰的先辈，因伫这间教会认同服侍到伫最后，因建立真侪水的脚迹甲模样，互咱来学习，互咱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。咱阁要期待上帝大权能临在伫咱的中间，互咱立定信仰真理的根基，开发咱的动力，继续传福音，来得到人来归荣光给上帝。今日要通过使徒行传13章短几节的圣经，来看见伫外邦所起造这间安提阿的教会，怎样带来宣教的动力，互咱也追求起头信仰的听，追求上帝的意向。我望咱彼此勉励来学习，这一段圣经，成做咱教会102年设教主日的时，来领受对圣神来的热情。头一个，咱对这段圣经通看见，安提阿教会来建立一个属灵的团队，同心服侍。
伫对照咱所读的这段圣经内底记载，安提阿教会内底有一群的同工，有写名伫内面。当然，毋是干那这几个人啦，对啊，佫有真侪人伫这间教会内面。但是圣经有提到5个人的名，第一个人就是巴拿巴，是犹太人热心熬招好关怀人迄种的性格，伫初代教会成做一个真特别互上帝用的人。伊的故乡就是伫塞浦路斯一个岛屿这个所在。第二，咱看到西面是一个犹太人，伊有一个罗马的名叫做尼格，表示讲伊捌伫罗马的社会迄个所在伫遐生活，伫遐活动。伊有一个名叫做欧汉黑汉，表示讲伊是一个欧人，参与伫即间安提阿教会的中间。第三个有罗球，罗球是对北非来的古利奈人，是一个非洲的人，来到伫即间教会安提阿的中间。第四，咱看有马念是甲希律分王的王做伙大汉，安尼表示讲有贵族的血统。希律王的囝儿甲即个马念做伙共伫王宫的所在大汉，表示伊是一个贵族。第五，咱看见扫罗是法利赛人，佫是受过严格的律比的训练，是一个学者。伊是迫害教会，后来信主，热心来服侍，后来改名叫做保罗。真特别，伫即间教会内底，无共款的人组织伫即间安提阿的教会内面，无共款的所在来到伫即间教会，无共款的族群，有犹太人、外邦的人、非洲的人伫即间教会内底，因为地位无共，有贵族，有学者。有劳工的阶级的人伫即间教会内面，因个运势无共。圣经一开始讲，安提阿教会内底有先知甲教师伫即个中间。互咱知影伫有所书内底有记载讲，上帝教会内底有5项的服侍的职分甲运势：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师甲教师。这就亲像一个拳头母带来溃烂。伫教会内底有无共款的温顺的人来组织做聚会，来起造伫耶稣基督的教会。先知毋是逐项代志伊拢先知影，伊是会当辨别上帝的启示，指出教会方向，是上帝的代言人。咱知影伫旧约内底有先知，有大先知、小先知。因拢毋是啥物代志成在，因是顺服伫上帝旨意，来传讲上帝的心意，带来审判，带来安慰，带来鼓励伫人的中间。教师就是会当教导圣经的真理，来培养信徒的灵性甲属灵的生命。这人真无共款，上帝甲因捡做伙。互因来配搭服侍，建立安提阿的教会。咱嘛想，今日咱少年教会，咱少年教会毋是一间家族性的教会，每一个家族来控制这间教会，毋是。咱对东西南北来到伫北部，因为工作上班，上帝引带咱。来到伫少年教会，伫这间教会内底，也毋是一个单一族群的教会，每一种的族群伫这个所在，咱的教会有讲台语，有讲华语，有讲原住民的话，有讲客语，有讲英语的族群，咱组织伫这个所在。伫牧师团中级兄弟姊妹。也领受上帝无共款的恩赐，有人伫政府机关咧上班，有人是生理人，有人是劳工，有人是上班族，
伫无共款的运数职业内底，上帝甲咱扣做伙，咱就亲像安提阿教会共款，各种的人聚集伫这间教会内面，咱要领受上帝运数甲材料。其实无共款族群的人，咱要彼此看顺眼，实在是真困难。咱若看礼拜了后，熟悉的人拢甲熟悉的人做伙咧讲话，无熟悉的人该放一边。当然，这毋是上帝的心意，因为咱拢期待甲较熟的人讲口话，咱来拍破这种的关系，甲无熟悉的人去讲话，建立关系。因为咱拢属伫一间教会，咱伫这个所在，要三甲来起造荣耀上帝的教会，直接要服侍上帝。咱看这间安提阿教会伫无共款的族群，因怎样来做到会当合一，成做一个同工的服侍？伫圣经内底，有咱看见，因是付代价祈祷的服侍。圣经安尼讲。因伫祈祷的时阵，因伫服侍敬者的时阵，圣神就甲因讲话。咱知影，一个工厂的机器会当运转，是因为摩打的动力、力棒的动力。而摩打会当棒，是因为有插电的电力，电力一插发电，通过摩打，然后伊产生机械的动能，就产生发挥一个足好的功效。就亲像咱的车，咱拢开车，车档拢超标，但是欠一项，就是 gasoline， 就是这个 gas， 就是汽油啦。汽油加落去了后，互这个车会当发生一个动力，互动力会当行到伫咱要爱去的所在。对遮咱知影，要推动一个物件会当振动，需要有一个动力。教会嘛，亲像一台机器共款。爱发挥伊的动力，伊的效能，爱有一种的动力来推动教会来向前行。迄个动力，照安提教会有咱看见，就是一个同心祈祷服侍的教会。有一摆，伫英国的所在有5个大学生，伫礼拜日要访问一个真出名的报道家。叫做施布真牧养的教会，为什么这间教会会当大伫遐复兴？这个大学生遐来参观，中间有一个人就来招呼这学生，甲伊讲：阮的教会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，就是阮的发电厂。这学生惊一个讲：教会阁有发电厂，所以就带因到伫地下室，这个教会地下室的所在。这个门留我开开，这学生留我探头落去看。这个教会内底，将近有700个人，伫教会要礼拜大声，就伫迄个所在，迫切为着今仔日的礼拜，伫迄个所在祈祷，求上帝恩膏主日礼拜传讲信息的施布真牧师，互伊来感动人，来激励人的心，来呼召无道友来归主。在大声看见，这是一间付代价祈祷的教会。安提阿的教会是安尼，施布真教会的复兴嘛是安尼。我相信咱少年教会应该嘛是安尼。有真侪兄弟姊妹袂晓祈祷，咱一定要学习祈祷。祈祷会毋是遐有需要人才去祈祷，袂晓祈祷的人嘛要去祈祷，学习祈祷，开嘴向上帝来祈祷，来复兴咱的教会，兴起一个属灵牧师来带领咱共同来宣告，来得到更较侪人来归伫上帝名。咱需要付代祷、祈祷的时间，才会当互咱的教会带来同心。无同款的人心咧想的无同款，但是通过祈祷，互咱的心会当同款，做伙
看见上帝做工伫咱的中间，因同心服侍，团队服侍，若无同心，比单独的牧会更较辛苦。所以，我讲安尼，毋是讲咱的教会牧师团终极无同心，像咱更较需要伫同心的内底有同款的一个核心的价值，就是同款的意向甲目标。伫同款的意向甲目标下面，咱放下咱家己的意见，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，体贴圣神的心意，顺服上帝带领，互咱的教会才会当向前来行。第二，咱通看见这间教会是欢喜服侍、甘心乐意奉献的服侍。安提阿的教会是一间信心佮疼心的教会，伊会当差派宣教师奉献金钱来帮赞已经衰微的耶路撒冷的教会。这是一间水的脚迹，互人钦佩一间外邦所建立的教会。成长的教会是愿意伫需要的所在，咱的关心；伫欠缺福音机构，咱伫遐来陪伴、来投入精力来帮赞。因为遐伫姊妹欢喜奉献时间、金钱、恩赐，伫上帝教会甲需要的所在，上帝家就要大大得到丰富教存。阿们嘛。咱的教会也同款，需要咱所有兄弟姊妹共同奉献你的时间、金钱、恩赐、材料，伫上帝教会，伫遮互咱经验上帝作为。世界人所追求的是名声、地位等等这一切。基督徒应该甲一般人无同款，就是期待咱会当真做祝福别人的人。我会当做什么？为厝里的人，为教会，为耶稣基督做什么？回顾少年教会，除了咱一只敬拜以外，咱有做真济代志。我无要讲，我干那要讲一项，就是我来到少年教会的时阵，咱拄拄咧参与伫医疗资源较欠缺的偏远的所在，山地的义诊。咱的教会有医生、有医护人员，甲马街病院的医护人员，拢有参与伫这个事工。当时咱去的时阵，是拢坐幼稚园幼儿园的这娃娃车。咱知影囡仔6岁、5、6岁囡仔咧坐椅甲大人坐椅是完全无共款。迄椅坐袂好势，毋然呢，迄个路无铺点架。转咧，调咧，调甲起转来，规身躯疼了了。中间有一个咱教会长老，叫做陈安群长老，伊来激励鼓励咱去服侍这兄弟姊妹甲医护人员，讲咱来学习宣教师的精神，无铺点架，水电无的所在，咱来去服侍。有一天，政府若铺点架路铺到伫迄个所在，有水有电有医疗，咱就免去啊！这种的鼓励，互真侪去服侍兄弟姊妹得到真大的激励。当时的司马库斯，毋是像即马咱路拢会当到，行到一半的所在，就爱将医疗器材搬落来，然后才会原住民。甲咱做伙行1-2公里的路，才会当到伫司马库斯的所在。总是伫遐，大家人热情伫遐服侍、学习宣教师的精神。上帝伫迄个所在，就起造咱的信心。到伫今仔日，有一个老爸，互伊的囡仔500块，互伊做零用钱。自由来使用。过几工了后，这老爸问伊囡仔讲：“小明，你的钱安怎用？”
这囡仔甲伊老爸讲：“我甲钱借互别人去啊！哈，这钱是要你用的，你搁借互别人。”这老爸就问讲：“啊，你借互啥物人？”伊讲：“我借互一个乞食。我读册时阵看到一个乞食，我借伊500块。”这老爸搁较无法度理解，为什么你借互乞食500块？啊，这个小明捌参加咱教会主日学，伊甲伊的爸爸安尼讲，迄个箴言内底毋是有安尼写，借互送乡人，就等于甲钱借互上帝嘛？这老爸听了，囡仔用圣经的话甲因老爸回答，听了佫真有意思。讲安尼好啦，我佫互你500块。这囡仔，这个小明真欢喜，就甲因的爸爸讲：“哦，上帝应允实在足实在。我虽借互人500块，我的爸爸就随过互我500块。上帝是真正的上帝，是应允的上帝。有信心、听心的服侍，上帝祝福，亲像这个囡仔所经验的共款。上帝拍开天顶的窗，大大祝福伫咱的中间。就亲像加利利海共款，对黑明山流落来的水，流到伫加利利海了后，伊阁流出去，这就是咱基督徒的使命。有入有出去，领受上帝祝福恩典，咱毋是家己暗藏起来，是欢喜分享出去。安尼咱就成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。啊，那死海是啥物？有入去无出去的，这就是死海。我相信咱拢知影，咱若食物件了后，拢无出去，安尼身躯一定出问题。上帝就安尼来祝福咱，有入有出。谢那家 Robert 伊安尼讲，基督徒是毋是啥听主会当对伊的奉献甲伊的服侍看会出来？听上帝毋是用嘴讲的尔，咱爱用咱的行动，用咱的奉献，用咱的服侍来证明咱是听主的人。有一摆我坐客车要去探访的时阵，有一个客车司机看到阮咧交谈的时阵，讲：“恁敢是常年教会？”我讲：“嘿啊！我看你敢若是牧师的款。”我讲：“对啊！我看你讲话甲你的气质，我就知影你是教会牧师。”伊讲哦，我客车，我定定在常年教会兄弟姊妹来遮做礼拜，嘛共款，拢共款。因伫车顶讲话啊，因的内涵，我就知影遮个人拢是要去常年教会做礼拜。讲对啊，我嘛欢迎你来做礼拜。这就是咱的使命，通过咱是看会到、看袂到的所在，来展现出上帝恩典伫人的中间。第三项，咱要看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圣神掌权宣教的服侍。安提阿教会顺服圣神的带领，伊毋是照因家己的意思去做，因是做上帝爱因做的代志。咱看圣经第20个所在，圣经讲：“我要分派巴拿巴甲扫罗去做我调因所做的工。”宣教的主管就是上帝。一个拉丁文安尼写讲 ，Missio Dei， 这原来就是 mission of God 的意思，上帝的宣教，上帝主权来推动咱的教会进入伫传福音的中间。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上帝器具，参与伫上帝计划的内面。咱的教会振辉执事到伫缅甸的所在，伊欢喜伫遐服侍。咱的教会都爱亲像安提阿的教会同款，诚做伊的大岛的支持，诚做伊伫物质的供应来帮助伊。咱知影保罗伫3届海外宣教的过程内底，上重要的教会就是安提阿教会，所以这间教会通讲是外邦宣教的母会。来供应、支持、帮赞这些宣教师做海外的宣教。安尼讲，毋是讲咱家己国家的宣教无重要，
这是拢需要进行的代志。保罗留予咱一个模样讲，对什么款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款的人，无论怎样，拢爱救一寡人。我所做的，拢是为着福音的缘故，要甲人做伙享受福音的好处。1871年，马偕牧师来到伫台北淡水的时阵，一落船就讲一句话，讲 This is a beautiful land， 讲这是一个水的所在，我要直接开始我福音宣告。史怀哲，我想咱拢知影，史怀哲摕到4个博士学位，到伫非洲的所在。将伊一生奉献50年的时间，伫非洲的一个所在叫做南巴伦。那每一个基督徒伫少年教会做礼拜、受装备、受造就，咱拢要成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。咱拢是宣教师，阿们吗？你是宣教师，我嘛是宣教师。伫咱的工作，伫咱的职场的所在，咱拢咧宣教。咱拢咧传福音，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这就是教会动力。教会动力是通过牧师、长职、兄弟姊妹共同去做福音的事工，这就是教会动力。总是我要甲咱挑战，咱的 beautiful land 毋知伫倒位？咱的南巴伦毋知伫倒位？当然是伫咱少年教会，咱都爱认同伫咱的教会，好好伫遮受装备，咱才会当受差派伫台湾逐角落为主来做见证。这是咱的 beautiful land， 这是上帝予咱上水的教会伫这个所在，咱要伫遮服侍。神学家布鲁纳伊讲，教会存在就是为着传福音宣告。亲像火咧烧共款，火咧烧是为着要烧好旺起来共款。教会存在除了灵仪、食饭、听演讲以外，咱的焦点 focus 就是伫传福音的中间。真期待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咱的小组爱好好去传福音，咱的团契嘛爱好好去传福音，毋是干那听演讲那点。互咱的教会动员起来，互咱伫新的一年2015年是一个丰收的一年，阿们吗？所以我要做伙来吟陈启准牧师伫当时爱吟的这首歌，咱做伙来每一年的纪念日，咱做伙来吟信徒第一段的讲，就是趁机会去引带人。到底一段的讲，趁机会去引带人，引带一人过一人，为主着无坎坷。趁机会去引带人，趁机会去引带人，那带一人来回开，给咱呀。会通世界，一条咱的好机会，一条咱的好机会，为出找讲真宝贝，这就是咱的好机会。趁机会，机会去引带人，趁机会去引带人，趁真多咱来回家，给咱也过通世界，一条咱的好机会，一条咱。机会，
咱同心来祈祷。圣神，愿仰望你，将你的嘴鼻临在伫阮的中间，亲像你过去用你的火烧伫双连教会共款。做信仰的先辈，伫这间教会流落水的脚迹，传福音引带人。但今仔日，当阮搁吟这首诗歌，信徒第一大的工，就是爱趁机会去引带人。圣神啊，愿恳求你感动安提阿的教会，今仔日你有缘感动阮双连教会正兄弟姊妹，互阮有热情参与伫上帝你的圣工，参与伫台湾福音的事工，参与伫海外也未听见耶稣基督名的所在，愿欢喜伫遐见证，伫遐服侍。恳求上帝你的神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大大感动双连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，互阮伫新的一年开始，阮就立定志向，伫同款的意向目标内面，要得到侪失丧的灵魂来归伫主。就亲像主耶稣甲彼得讲：“但你要得到人，亲像得到鱼。”愿主你，互阮有这个机会，是互阮欢喜参与伫你圣工的路上。恳求神、圣神，你继续临在伫阮的中间，伫新的一年，互阮通大大得到丰收。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上行的诗512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但咱有遮尔侪竞争人，亲像云彩围绕伫咱，着放下逐项的重担，甲咱颠盘个甜会做，着存心吞忍跑走伫恁头前的路站，着注神看耶稣，伊是咱信心的开始甲完成的。也愿三位一体上帝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赐福互恁。对答得到，永永远远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麦岛小温受差遣。